上拍台湾歌，上拍的歌曲耶。今日来自唱的歌手有蔡昌宪，我甲阮某的迄种感情是较趣味迄种，所以我就用这种较古锥的方式来表达阮8、9年的恋爱。看到你心花开，我的心花开，若像春风对面墙。魏辉妮，我设计的专辑就辛苦的，后黄宏奇老师听到，一切拢有价值。少年人，我蛮无偌少年啦啊！裴雪峰，店长梁辉，你电话哦，三位两位啦，你莫别讲话啦，哎呦！最近来加车，最近来加车，不管伊顶早来了，不管伊爸母来骂，上好听，上时间，上经典，上趣味的，拢伫上拍台湾歌。